到平头路，高峡子到平头路，我去两年。高峡子到平头路。好，大家注意先啊，重新听两。 过年了，这等人健康，有欢喜无？欢喜。爬楼梯这个感觉安怎？会喘哦，安尼好，正常的，咱等下唱歌会较大发，安尼好无？压开咱的肺活量 ，OK。好，伫这个爬起来的过程，虽忙会喘，但是我伫这要祝福大家吼。 咱伫这个生命顶面会当步步前进，伫咱的信仰顶面会当步步高升，安尼好不好？好，来，伫这个爬楼梯的过程，那么你有思考着啥物话无？思考着古早时代以色列人要上耶路撒冷敬拜时阵，因抱着啥物种的心情？ 当然是五花八门啦吼，每一个人所就来耶路撒冷因此或者是因有抱着什么种的愿望，
要来甲圣殿来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传领因，求上帝来祝福因所以伫这个像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伫咱的诗篇120篇到134篇，迄个几篇的当中，就是咧讲以色列人安怎上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迄是一个上家的诗上家的诗上起来到圣殿了，那么以色列人做什么种的动作？就是伫诗篇135篇到136篇，伫遐来感谢好多上帝。所以咱第一首的诗歌就是咱先来练57首，咱就好多条条好来，咱请 PPT 甲咱请书记甲咱看一下，PPT 甲咱的字小画出来，互咱看一下好，来，咱请书记。不对，157。好，这里改成。好，OK，来。咱今仔时光练到这，平凡心做今仔一个礼拜。大家预备心来做礼拜。弟兄姊妹平安，欢喜的心吼，真正真欢喜，因为咱大家起来的时阵看到咱个新的厝对无，是真欢喜。咱会当为咱的座位中吼慢慢站起来，慢慢站起来，感觉一下这个地板有没有跟楼下的不一样哈？不一样。好，我赶快对不？来，我们站起来好吗？都站起来，一起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你。能够敞开眼睛，来敬拜你，来欧乐你，那你心内厝赶快好，这心厝赶快有欢喜心来敬拜你。来
来真欢喜来到主的
面前，咱用继续用中华欢喜心来敬拜伊。这首诗歌是华语吼。在
选调，伊着上山出茶寮来起这个题目，我就因为安尼欢喜，搁得到灵感。你们要上山取布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了荣耀。这是请咱同齐来献诗，献诗第165首，圣会独一的对伊，便就请大家起立来演。
齐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我们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八该书的第1章第1节到11节，免着大家来看，我来读。第1章第1节，大耶和王2年6月初1，耶和华的话各先知哈该传乎犹大的总督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撒大的囝这时头约书亚讲。原本的耶和华，伊的话安尼讲，这个必是讲起耶和华的殿的时，迄个时还未到。迄时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哈该讲，这间殿幽怨荒废，这间是恁家己徛伫天花板的厝的时吗？当原本的耶和华安尼讲，恁就先察恁的所行，恁夜经济多，修行少，恁食也袂饱。恁也袂止看，穿衫也袂烧，你着工钱的用工钱摕去破空的地啊！原本的耶和华安尼讲，你着先察恁的所行，你着上山出柴了来起这个殿，我就因为安尼欢喜，搁得着荣光，这是耶和华讲的。恁5万得着多，你看反倒得着少，恁带到厝的，我就分互伊无去，这是啥物缘故？是因为我的殿荒废，恁逐人紧去家己的厝，这是原本的耶和华讲。所以因为恁的缘故，天就无落水，地也无出伊的土产。我有矿旱到伫土地、伫山头、伫吴国、伫新酒、伫油、伫地上所出的，伫人、伫精生。伫人的手着我得着的，接下来用华语我再读一遍。第1章第1节，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新闻报告家，这是欧肉，请小米翻开来练习。当下主天生生命团体，请坐
所在，用希望的心，用光明的心。有一个心是光明上帝。在。
请咱三甲码头来祈祷，祈了各求个稳定的主，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无过长的疼。今仔日阮众兄弟姊妹用欢喜的心，组织伫遮来敬拜你。想起阮早前信仰的前辈，因为因的眼光甲看见，伫因迄当时的经济也无真勇壮的情形下面，犹原欠长内度，留互阮遮尔大片的土地，甚至因也无享受到即款的资产。阮后代伫即款的基础下面，阁组织侪的听主、听教会的长职，同工因无悔过的精神，奉献因的专业、时间、费力，以及兄弟姊妹的金钱奉献，来整修即栋教育馆的三楼。当今仔日，阮看到侪年以来的教育馆改头换面，诚做今仔日的模样，阮心中实在有讲袂出来的感动甲感谢。主啊，在感动之余，我们也要诚实面对我们的不足和软弱。在整个教育馆3楼的整建过程中，绝非一触可及，也绝对不是单凭1、2个人的作为而能完成的。整个整建过程中，同工们也有过意见不一、争执、生气、流汗，甚至流泪的时候。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体悟到，我们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上帝把我们整个教会圈在一起，让不同特质的同工也可以成就一个合一的团队。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谦卑、忍耐，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与人同工，这些都是眼睛看不到，却是最宝贵的收获。主啊，这是你的教会，求你亲自掌权。没有十字架的爱，就不会有真实的建造。美丽的教堂，激昂的讲道，热情的敬拜，感人的献诗，都不能代表教会。真正讨你喜悦、合神心意的教会，是要透过许多为主而活的肢体，才可以建立起来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开始我们第1次的联合礼拜时，1楼礼拜堂的整建工程也悄悄展开。虽然1楼的整建耗时更久，整建的金钱需要仍有不小的缺口，而我们也将在3楼做礼拜一阵子。上下3楼对于一些人及长者虽有不便，但我们仍是欢欢喜喜的等待。我们愿意在等待中投入更多的祷告及关心。全能的创造主，阮的主，虽然阮知你无踮伫人手所起造的殿宇，总是你有用圣殿对你的百姓显出你的恩典。阮恳求你接纳阮所起造的，阮将这个旧厝新造的3楼礼拜堂分别做事。阮爱伫这个领域中亲近你，用心灵甲信息敬拜你、学习你，尽力传播福音。愿这个礼拜堂常常有你的金光，安尼，阮才会见效你的名。请咱用主降时代的祈祷文嘴上来祈祷，请我们以主导人一起同声大声来祷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名是。越高更大，越记越强，对一起一，我的心也的口管，下面我的头部，记住万条下面口管，我的长一起，有叫我的厉害，因为讲我的因公拢是收到代代奉行，阿门。
现在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我们的礼拜堂，张荣的礼拜堂终于完成。我们今天见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先拍手归荣耀给神。梦想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人因为有梦想，人变得不一样。梦想可以带领人从平凡进入不平凡。所以有人形容梦想，就好像一道光，能够引导人走向光明。梦想可以让人找到人存在的意义。梦想不仅影响了人生的方向，梦想也决定了生命的结局。世界上只有心怀梦想的人，才有可能在生命当中创造出奇迹。梦想带给人向前的动力。简单来说，梦想是什么？梦想是有人去做了，有人正想要做，有人后悔没做。梦想现在不做，以后就没有机会做。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中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催促他们在各个领域当中取得惊人的成绩。梦想的大小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结局。如果我的梦想仅仅是想要过安逸的生活，那么我一切的努力都只不过到此为止。但是，如果我们的梦想是想要去改变世界、创造历史，那么我们里面会有一种动力，让我们有勇气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直到梦想实现为止。有梦想的人跟没有梦想的人，他们当中的差别在于，有梦想的人会带给别人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他可以向别人提供一个很具体、很清楚的目标。实现梦想的人身上会散发出一种很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发其他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一起去采取行动，一起去改变，直到什么？直到梦想实现为止。所以梦想的形状有大有小，有些人的梦想它是事业上面的成功，有一些人的梦想想要家庭很幸福，有一些人的梦想是做音乐家，有一些人的梦想是对世界产生影响力。所以所有有梦想的都会激发一个人往前。比尔盖茨 Bill Gates 从小他就怀着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最后他的人生成功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因为有梦想，德蕾莎修女可以从爱尔兰搬到印度去，用她的一生去帮助那些困苦的人。因为有梦想，所以马偕从加拿大来到台湾，在传福音、设教会、办学校、盖医院，这些都是梦想驱动他们形成的。根据1982年出版的历史文字的记录，林口教会曾经有一位叫做张关登长老的人，这是我们信仰前辈。
他会有这个梦想。他在民国47年，就是在1958年的时候，在6月，就在林口中正路15至4的号设立了林口的布道所。在民国48年6月，台北中会就派传道师来到这里来牧养这个教会。当时候做礼拜的人，大人有11个，小朋友只有6个。在民国50年，林口布道所的一群人，他们在中秋节在赏月的时候，他们就召开了会议。这群人很爱上帝，讨论说，如果可以建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礼拜堂有多好啊！这个梦想让他们产生了一个意向，但是因为当时候教会太穷了，没有办法完成梦想，所以历史记录说，他们当时候马上就组织了一个祷告团，有一位叫做王于淑清的长老带领会友不断的为了建堂来祷告。过了3年，民国53年5月，林鲍敬群以及于淑清2位我们教会属灵的长辈，他们看见林口国小对面有一片的茶园，应该就是我们的地方，觉得在这里盖教会有多好啊！这个梦想交给上帝以后，上帝奇妙就动工了。后来我们这个教会得到三重埔教会的帮助，买下了这块土地，当时候1坪300元。买了土地以后，我们在民国53年9月13号举行破土礼拜。民国55年7月24号，我们举行献堂典礼，就像今天一样。我们数一数，当天来了200多人，今天看有没有超过。民国59年1月，林口教会正式成为堂会。民国70年，就是1981年的2月22号，林口教会召开了会员大会，通过了要盖教育馆，就是我们这一栋，当时候用了230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梦想，当时候500多坪的茶园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梦想，但只有少部分的人去实现他的梦想。能不能够实现梦想，在于有梦想的人，他不只是在做梦而已，而且他们坚定的相信梦想是可以成真的。跟你旁边的人讲说，梦想是可以成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曾经被上帝的话感动到流眼泪。世界上有很多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曾经立志说为上帝做一些的事情。有很多的人曾经走到布道会的台前，这些人心里面都有梦想，但可能种种的原因，这些人把梦想慢慢遗忘掉。有人曾经宣告说，我要为主大发热心，最后这个人可能连教会也不去。不少的人对教会、对上帝国充满了期待，不少的人曾经立志说要委身在教会，领人归主。不少的人对祷告很热情，发起了祷告的运动。不少人在历史当中要决志说，我要用真理来培育我的下一代。但很多年以后，这些热情慢慢渐渐的麻木，一些事工就不了了之，最后侍奉成为一种重担。公元前500多年，从被掳的地方回归到故乡的以色列人，
也落入一模一样的处境。虽然梦想是好的，但如果梦想只停留在想象中，那么梦想永远都只是一个梦而已。要实现梦想，是需要付出代价、努力、坚持，还有行动。每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都有着无数个不眠不休的夜晚。每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他背后都需要面对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弟兄姐妹，成功不是喊一个口号就可以达成真的，他需要有一群人同心，一步一脚印的去实现。过去以色列人长期在背逆上帝的光景当中，所以上帝就把这群人交给巴比伦的人的手中，所以这群属上帝的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70尼古啊，有70年的时间在巴比伦活在敌人的手中。70年过后，上帝的应许让他们可以终于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了。这件事情对上帝的百姓来讲，本来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本来应该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但过了那么多年，当初大部分被掳去的人，其实都差不多死光光了，剩下的是他们的第2代、第3代。都在巴比伦长大的人，这些的第2代、第3代喝的是巴比伦的饮料，吃的是巴比伦的蛋饼，穿的是巴比伦的衬衫。这些的第2代、第3代在巴比伦长大的人，对自己真正的故乡可能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当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参加回归的队伍，而宁愿留在巴比伦，他们建立起来很安定的生活当中，我们称它做很舒适的舒适圈。根据圣经记载，愿意回去重建圣殿的人大概只有5万人。这些愿意回去参加建殿计划的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他们曾经人引以为荣的圣殿。可惜不到2年，遇见一些困难，这些人就放弃了。首先，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发现原来阿公的家里面已经有壁癌、漏水、破旧不堪，所以他们就先忙着整理自己的家园。第2个困难是，当年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被掳走了，留下来的有一群在社会当中很贫穷的人。这些人被掳了以后，这些贫穷人就占据了这些以色列人的家的田地。所以这些人回来以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家被占有了，他们的房子有人在占住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而且这两边的人产生了很大的冲突。第3，虽然他们很有兴趣、很热情的想要重建耶和华的殿，却是遇到了附近各个种族以及当时候地方的官员的反对。我们想象到了，当然整个过程当中不能少的就是总是有一群假扮营的人在讲东讲西，在批评说以前的圣殿是安诺。你看你们现在盖的圣殿烂透了，都比不上以前。有一群 old school 的人觉得旧的永远是最好的。这种种的遭遇和问题，
让这些满怀热情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百姓，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些人开始把焦点从上帝的殿转移到自己的需要上面，所以他们回去就开始盖房子，开始整理自己的田地，恢复他们的农作物。简单来讲，圣殿暂时停工，大家都先下课回家。圣殿暂时停工，大家可以回家了，耶！这些人圣殿停工以后，他们就觉得很平安，都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他们在做什么？圣经记载，他们回家盖房子、画停车格、装冷气、设网路，爸爸替每一个小孩准备一人一间的房间，家里面有游戏室、有电影院、有琴房、有音乐厅。大家的房子，我比你的大，你比他的大，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那神的殿怎么了？神的殿不是停工了吗？而且一停就停了16年。弟兄姐妹，请问16年的概念是什么？如果今天是2025年的话，那么代表2009年上帝的殿里面就已经停工了，停到今天才有人发现了。那我就现在往后推的话，现在2025年停16年的话，代表等到2041年我们才想到上帝的殿。弟兄姐妹，我们回到现实，16年的当中，有人已经换了2、3台的车，搬了2次的家了。上帝的家仍然荒凉。这岂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写照吗？我们有一些的梦想，领受一些意象，心里面的感动，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人现实的需要，这些意象、感动、美梦都慢慢不见了。这些梦想去了哪里？梦想可能被现实的生活吞灭了。有一个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他就决志要全职的侍奉，但经过10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都还没踏上正式侍奉的梦想。有一天，他们当年一起决志的人、侍奉的人都聚在一起，有人就问他：“哎 ，Johnny 啊，你当年不是献身给主吗？”这个人就回答说：“啊，没安尼啦。自从我结婚以后，我就觉得我奉献的心智已经越来越冷淡了。当然，一个人很现实的生活，他工作上的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还有房屋的贷款、汽车贷款、保险、信用卡、水费等等。有了孩子以后，每天想的都是尿布和奶粉，还有那一笔巨大的教育基金。这个在现实当中挣扎的那个人，他回答另外一个人说：“我哪有资格讲什么梦想？每个礼拜可以去教会做礼拜已经不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接下来好像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梦想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遇见困难就放弃。教会的事工做不起来，教会的人际关系很复杂，侍奉势力不讨好，带查经没有人报名，带小组每个人都请假，想要当教带要早一点来，想要做总务也很晚才回家，各样都成为我们的重担。唱圣歌都要加练，敬拜团要弹乐器，
慢慢，我们觉得哇，向往上帝国那个梦想跟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以后，甚至遇见批评、论断，有些时候感觉算吧了，梦想只不过是梦想，梦想放在抽屉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曾经立下过任何的愿望？你心里面有任何的意向吗？你的意向有实现吗？还是你的梦想早就消失了？耶和华上帝对当时候被困难所淹没的以色列人讲了一句话，他说：这后来的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该书第2章第9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来勉励，我们不能被谎言蒙骗，我们不能把我们有限的生命消耗在短暂世俗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把关，不要让自己的生命跟世界妥协，不要让教会被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不要只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忙得团团乱。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过的生活远比我们看到的这种形式更精彩，因为一切的事情背后都有跟上帝永恒的心意。我们除了要面对生活当中的挣扎，我们现实中的困难以外，我们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崇高的梦想和目标，就是我的生命到底跟那一位造物主有什么样的关系。以色列人跟上帝表示说，他们停工了，回家了，他原因是因为哈该书1章2节说，时候还没有到，起耶和华殿的时，那个时还没到，还没到。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以为重建圣殿是很简单，所以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怎么遇见困难了？遇见难主的，他们就觉得，可能不是时候哦，可能有难主，不是神的心意哦，所以他们就觉得时候还没到。简单来讲，他可能认为说，如果做上帝的事情，一定会很顺利的。只要有难主，只要有人反对，只要有人不满的时候，就给他来。既然不顺利，那么应该上帝有别的旨意吧？那大家先回去，下课回家就整理自己的家吧。我们岂不是有些时候也讲这样的话吗？因为有困难，所以不能。现在没有时间可以传福音，因为我家有一只古代牧羊犬。我现在不能参加小组，因为礼拜一我要学插花，礼拜二呢，礼拜二学跳舞，礼拜三呢，礼拜三有逛街，礼拜四呢，礼拜四做运动，礼拜五呢，礼拜五我要喝酒啊。我们都会觉得上帝没有开路给我们去做上帝的事情。现在不能参加门训，因为我不想太认真，知道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门徒。所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就是说，等我工作稳定以后，我再来吧；等我结婚以后，我再来；等我孩子出生以后，我再来；等我孩子长大以后，我再来；最后等到我退休，我再来。那下一期你自己接了。最近我认识一个教会，他们整个教会的氛围都没有请假，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不能来的理由。
做音控的人手抱一个，背一个，都可以音控的，不需要等到孩子来长大才能够服侍。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加重担给大家，我意思是说，世界上有另外角落的人可以克服的困难，那么我们不能克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以色列人的烂理由，上帝亲自的戳破他们的借口。他说：“这个殿依然的荒凉，你们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我再讲一遍，上帝的百姓说：“哎，时间还没到啊，算了，停了，等啊。”但是上帝说：“哎，时间还没到，那上帝的殿怎么荒凉呢？但是你们的家，我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呢？”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翻译成为 luxurious houses， 奢华的房子。上帝的殿很荒凉，自己住在奢华的房子。可能背后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不是建殿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侍奉，我觉得我没有兴趣。我比较想要盖房子，我比较想要参加我觉得有兴趣的事情。我简单讲一句话，就是凡一切帮助我们严肃面对的议题，都不是时候。讲白，不就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非常关心人跟他的关系。上帝的殿如今在荒凉了，但是百姓既然回答说时间还没到。追求属灵的事，我们有些时候会替自己编造很多的借口，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我们自己都信为真了。弟兄姐妹，人不会故意去做一些良心控告你不可做的事，比如说乱丢垃圾或者是做的不好的事，但是你也不会做良心告诉你应该做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记住，只有神知道我们内心的真相，上帝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藏什么。以色列人渐渐的心智慢慢消失了，导致他们觉得要放弃这个建圣殿的工程。这件事情在上帝看来是非常严重的事。上帝差派先知哈该唤醒他们。其实哈该去之前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帝早就已经借着事情来表达上帝的不满，而且管教这些百姓。是经文记载说，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足，穿衣服也不暖，领薪水放在有破洞的口袋里面，你们盼望多得一点，看啊，你们所取的却很少。对，最后一句，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上帝这句话会让我们觉得，等到上帝是一个很小气的上帝。弟兄姐妹，容许我劝勉，彼此劝勉。我们可不可以从宇宙的根源来思考这个问题？人，我们先活着，人是为上帝而创造的。而所有受造物当中，唯一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就是人。除了上帝自己以外，世界上没有一样活物比人更崇高。所以，唯有服侍神，或者是你的生命跟神连结，才会让你真正的满足。上帝会希望让我们找回真正的幸福，而让我们体会，如果我们只
为了世界的事情来奔波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空虚。上帝严厉的提醒，其实也是一种恩典，免得有人无止境的追求虚空的事物，因为那些人不知道自己正走在一个歪路的上面。近代神学家、旧约的神学家 Robert Freeman，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把上帝给予他的职责放在 first priority 第一位的话，那么他一生所努力的为自己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很多都绝对不会让他得到幸福的。真正的幸福是让我的梦想贴近上帝的心，真正的幸福是让上帝的梦想成为我的梦想，或者是真正的幸福是让上帝可以介入，跟我们一同规划我们未来的梦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刚所读教会所有的历史，我是从整间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在文件当中捡到了一本历史资料，我回家看，非常的感动。里面有我们林口教会很多人的见证，包括我们在座的列祖列宗。过去林口教会能够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因为当初有人有梦想，中间不是没有遇见问题，中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功，是有人看见了，有人呼吁了，有人眺望了，有人一起祷告了，一起等候了。上帝在适当的时候就动了起来。1981年这个结冻大楼盖了以后，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弟兄姐妹，第8节，你们有商商取木料建造这地，我要为此喜乐，舍得荣耀。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承接着我们过去1958年开始2-3个爱上帝的人，他们的梦想是有一间教会，即便当时候只有11个人，6个小孩做礼拜，但是他们因着梦想走到今天。我们能够为下一代带来什么？还记得我们的意向吗？3年、5年，没响应；3年、5年，那么今天可以做什么？我们一起来赞美神。
这边如果我们要有现成的工作状态，不过这时候我们要来举行今后长老教会的第一次的差遣礼拜，有请主礼者陈家宏长老。我们要举行我们的差遣礼拜，请组长就地位。林口长老教会2025年第一次差遣典礼开始，请奏乐。
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个时候，邀请此次代表我们林口教会出征，赢得灵魂的5支精兵部队，部队进场。第一队是幸福种子，由张和弟兄领军。第二队是幸福提摩太，由邱以和弟兄领军。第三队是爱在芥菜种幸福小组，由黄以乐弟兄领军。第四队是葡萄幸福小组，由谢淑琪姐妹领军。第五队是美浓幸福小组，由蔡以浓姐妹领军。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此时，请杨牧师上台宣读圣旨，上帝国神圣的旨意。奉耶稣口谕，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卓牧师上台受旗，象征府长领受来自神国的权柄。江可恩，戒指，提摩太小组。上帝命令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所受到的命令。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这个关键的时刻，不只是欢喜快乐的享受这个硬体的设备，我们有一群同工，他们在小组当中不断的有传福音的使命，教会就差派他们出去，要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
愿神帮助这每5个小组长以及他们的同工，在上帝的祝福和众人的祝福底下，我要宣告他们去得人如得鱼，他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林口教会可以替他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让他们成为上帝国里面的一份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感谢上帝，我们拍手为你们的祷告。请各小组回应幸福种子。大家好，我是张可恩。我们是种子小组，然后我现在介绍我们的同工好了，请念到名字的同工站起来，然后跟大家打招呼一下。首先是徐林佑嘉，然后纪林又有一个，还有邵希佑跟思美。对，可以一直在来投资。来，都是来开心。好，那正如大家所见，我们全部都是青少年，也是这一次所有的种子小组，所有的幸福小组里面最年轻的一群人。Yes。但正因为这样想看我们年轻，这边也准备了2段小经文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是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不要让任何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是我准备第一段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段是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很多果子来。希望我们可以化作这个果子，不对，这个种子，然后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去让更多人去知道说上帝的美好。谢谢大家。好，下一组提摩太小组。大家好，我是提摩太小组，然后我的成员们过来啊。来，我的成员们过来啊。你介绍。我们提摩太小组，然后我的成员亚楠，然后帮我然后阿珍，然后然后信成哥这样，然后我的中文刚刚被可能用掉，再讲一次，没关系，再讲一次，然后我们就再读一次。叫他人传唤我们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幸福的榜样。好，我要登场了。好，我们这是芥菜种的幸福小组，我们请芥菜种的成员，我们一起起立。那大家头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小豆子的小芽，有没有？对。其实，在之前，我们把那个群组叫做“芥菜种快快长大了”，对，就像我们现在头上的这个小苗一样，对，我们期盼我们自己可以尽快的来长大。那从2020年到去年，也就是2024年为止，我们的那个群组都一直叫这个名字。那在这个短短几个月之间，我们的稳定聚会的人从原本6个人，到最后变成了10几个人。如今过去我们彼此喂养，但是如今我们要成为牧羊人，我们要出去领新羊、带新人。过去的你们已经看见，
现在要看见这一切，不只要领受祝福，也要成为撒种的祝福，要成就那得人如得鱼的应许。阿们。葡萄树小组，平安。我们是葡萄树小组，然后在今天呢，我们葡萄树的幸福列车就要启动了。这个是我们的邀请卡。葡萄树的人是不是出来啊？葡萄树的人请出来。幸福列车车票，然后后面我们看到后面一起来说，好，神在这一次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开动之前，他亲自的对我们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列车即将要启动，这是我们的车票，所以就是也希望你们也可以把这张车票带给那些还在劳苦当中担重担的人、迷失的小羊，请把这张票给他，让他上车，来到我们的列车，让我们大家好好的爱他，把好消息传给他，好不好？好。那我们的口号我就不一一唱名了，我们所有的口供都是我们这一次的最佳的资源。那我们的口号是领人归主，直到地极。把我们的右手举起来握拳，我们一起大声的喊2遍：领人归主，直到地极；领人归主，直到地极。阿们。小组请成员都出来哦。大家平安好，我们是周数小组，那我们的同工请出列。同工有周碧珠，还有我们的建设长老，还有我们这个松野团契的团长，会长丹书兰那这个是我们刘秀琴长老，议员李议员还有我们的刘素芬姐妹我们的口号是中树加油加油加油！中树是我们我们家族人的你600-700岁了但是我们的勇气还是很充足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周遭的好朋友都带领到教会来领受教会的爱。感谢大家，谢谢。好，我这里用诗篇92篇第12节，这里说到义人要发望如棕树，那就是我们棕树小组，因为我们年纪大，但是我们要如上面所写的，棕树要常常发青，而且棕树会结果子，椰浆是永远拢咧留予咱做这业位来信主的这兄弟姊妹，我们脑口教会外口来传福音，阮漳州小组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小组，安尼好唔好？好。请部长回到原本的位置上。这时，请会众起立吟诗祝福，圣诗333首，圣诗333首，好打二基督。
们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们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带领，与我们每一个福长、每一个基督精兵同在，祝福我们林口基督长教会众弟兄姐妹传福音，荣耀上帝的名，领人归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李晨五位府长退场，会众掌声预祝他们得胜。好，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坐。接下来我们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那在此之前，我们请杨牧师来做报告，请杨牧师。今天大家平安，平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3楼的礼拜堂来启用，我相信仍旧有许多需要调整。多感谢上帝让我们这3年的这个3楼的这个礼拜堂在启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神这里丰丰富富的恩典当每一次教会面临到需要做调整或这个改变的过程，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期待。有真多兄弟姊妹嘛真期待，咱即马3楼的礼拜堂，今仔日。咱们是才会准备140位140位，今天可能这个位置又有稍微增多一点，所以感谢上帝，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关心，然后都很在意这个礼拜堂或者是我们教会整个发展。那为什么我们要建就是有2个聚会的地方？你看我们今天就可以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我们可以有用各种不一样的聚会的形态、聚会的方式不同的语言无同款、无相款的语言，这个所在。所以我们也期盼将来在1楼的整建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在上帝的爱。然后一起来成长，所以我们也给这些整建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还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是一份子，教会里面的一份子，神国里面的一份子。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舒适的聚会敬拜的场所，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预备3年300位弟兄姐妹，5年500位弟兄姐妹。聚集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宣扬神国的福音。不是给大家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所以为了整建的这些事工，等一下我们会今天特别的，我们有用这个奉献袋，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用行动，用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来祝福神国的福音。愿神祝福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大家做阵努力打拼，咱拄则有5队真做精兵要出去传福音要出去传福音要用幸福小组的这个方法，而且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当然，咱会做无同款的调整，关注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
也这个时阵这个时候我们就缅怀过去这些信仰的前辈。留下来这么好的一个场所场地，也让我们可以好好真实的来运用，来启动它，愿神祝福。我们以下要准备来奉献，求主帮助我们，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谢谢杨牧师的补充。那我们现在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请实现的同工。恭喜！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那在报告之前呢，我会请苏汉长老来特别有一个报告，为了我们3楼礼拜堂，那自己请苏汉长老先来提供报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在报告之前呢，我们有强指示我们的音乐同工有做一段1分钟的影片，然后我们请我们同工呢先来做一个播放。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修缮的过程的影片。那刚刚我在奉献的时候，有人发觉说，哇，忘记带了钱，没关系哦，奉献是持续的哈。感谢神哦，神的回应哦，速度让我们慢慢的又慢动出来，看我们真的很修缮。荣耀归主啊！这个怎么拍出来的？我刚才是用它的空拍机哦。
谢谢，感谢主哦。然后现在呢，用5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那个修缮的小组的一个报告，这样子。好，那我请修缮同工哦，真的是教会是我们的是神的家哦，是神的身体。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让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目前1楼的一个教堂的一个外观。然后这个大家看得到上面哦，上面其实我们看得出来，神如何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到现在。从这个空拍图可以看到，总共我们的铁皮的颜色有7种，代表我们这个教会就一路走来。其实感谢先人我们的信仰的前辈，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去拼凑我们目前的一个教会。感谢主哦。然后再来是我们看光进来，神正在动工。为什么用这个主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修缮的整个过程，大家可以往外看。其实以前我们上3楼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外面，因为每一次的玻璃可能又是雾玻璃，或者是玻璃破掉了，那个年代有不一样的玻璃，所以我们看出去的外框是不一样的颜色。光进来的，真的不只是整个硬体的修缮，而是我们的生命也跟着更新。我们从破旧到更新，神在我们的当中，我觉得让大家看神怎么在当中做工。我们3楼的礼拜堂，刚刚永强执事的空拍机有拍出我们当时的现况。这个拆除，我们在拆除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得到外面，其实这个3楼它以前是个顶楼而已，所以四面的4根柱子是当时没有要盖的，是因为刚好有经费，40年前有经费盖了这个就是盖了这个铁皮的部分。现在我们又再重新把它用旧的换新的。然后再来是我们修缮前跟修缮后，目前我们所在的空间就是我们的3楼。那2楼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从这个大门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在跟我反映说，其实他们没有走过，不知道这里2楼还有教室，因为根本就没有上来过这里，顶多上来3楼。那我们走到2楼的教室，我们就会感觉到整个楼梯它是细节，因为它是用轻钢架，所以说走路有时候太大声会影响到1楼的幼稚园的上课。在过去我们的一个教室的一个比较破跟旧、设备不足的部分，我们也更新了。就刚刚我讲的，整个看右边那个，整个光进来就是光进来，神在动工。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我们的外框，真的是不是铁栏杆就是栅栏或者是雾玻璃，看不出去外面，别人也看不进来。现在整个光都进来，我们血进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那后面是我们的那个储藏仓库，以前是放仓库，现在变成厕所跟亲子的空间。哦，感谢主，那我们一路走来，真的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哦。真的是在我们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这整个过程的当中，真的是有祷告的同工，有我们的一个服事修缮的一个同工，还有我们在奉献上面各方面，真的是神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不断的动工哦，真的是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是如此信实。我们将这些荣耀掌声归给神，感谢主。然后接下来呢，刚才慧伦长老在祷告的时候里面有提到，其实不是一个人来完成，因为我们是有一群的一个同工。那这些的同工，当然我看到，无论是刚才祷告，或者是说在奉献，或者是我们修缮，我们有还有许多的志工在中间的时候来一起来帮忙。然后我们从中间这个照片，就是牧师跟慧伦执事他为什么要放这张照片？因为我们现在所坐的这个椅子啊，光这个椅子我们就讨论2个月。要买哪一种椅子，还找了好几家厂商做一个sample 来让我们试做，因为我们都有很多每一个决策都有很多的考量，不论是预算或者好不好做，真的是都花点时间。还有我们右边的一个那个影音同工信成跟永祥。真的是一路的走来，大家的一个帮忙。那这是我们整个修缮群的一个同工。待会如果提到，我觉得我们待会一起站立就是我们有牧者群的协助，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执行的同工有我慧玲执事，然后还有以乐我们每一次的上线的会议都会由他来做会诊，还有文香姐感谢主，我们从过去的幸福会馆到2楼的教育馆到3楼的教育馆，文香姐都持续的支持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修缮的一个团队，还有一个信成跟永强
我们现在所看的一些的设备也是他们所精心规划出来。我们总务组的美聘长老带领我们的一个修缮总务组的同工有义军同志跟玉英姐。那我们请我刚才所念到的同工们，我们请站立好不好？我们不吝啬我们的掌声，我们感谢这个所有的一个同工在这1年半的付出真的是感谢跟荣耀归给神，归给我们的国家，谢谢我们合作合作。然后我们今天有2位的来宾今天这2位的来宾也是特别邀请还有我们设计团队是人间长老跟林伟弟兄因为他们教会也有事，所以今天不客前来。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施工的团队陈崇伟陈先在后面，我们掌声来陈先，陈老板，感谢主但是每次我们在修正的时候，陈老师都说他愿意奉献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他来，就是让他不忘他所讲的这一句话，愿意奉献。所以我们1楼还在启动所以你要增加预算要少一点。还有一个是我们园长我们掌声我们黄园长黄园长感谢主，我们的教会有幼稚园，有我们教会，那我们所有的物品的部分都需要调整，所以说我们幼儿园的园长也帮助我们将小朋友能挪到别的空间，让我们绽放一些物品，然后我们修缮好之后，我们物品回来，小朋友再回去。那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所有的一个修缮的一个备品的摆放，真的都是要跟这些的一个除了设计团队，还有施工团队跟园长这边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配搭，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同工的摆上。那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我们刚才想讨论，就是说我们在整个1年多的过程当中，我们找了8家厂商，3家厂商有了投标，后来我们最后遴选就是难能可贵的我们陈先生愿意承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施工这个整个修缮的过程都有不同的厂商来现刊，也有报价。那我们总共呢，刚刚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从穿短袖的讨论到长袖，又到短袖，现在我们又再穿到长袖了。其实因为这个是神的家，我相信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应该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神的家，我们所思考的绝对不是这样。右边是我们每一个月几乎都会有一个线上会议，不只是实体到现场，我们都有线上会议，讨论要不要厕所。讨论厕所的大小，要不要限制空间，要什么样的配备，这些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展现。感谢主，让我们有修缮团队有这么棒的一个同工，真的不只是建筑，而是神这时候正在动工。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正式的启用我们2楼的餐馆的一个教室右边有小组的使用，下面有敬拜团的一个练歌，还有我们昨天晚上偷偷拍的我们的敬拜团，我们也是看他们的在台上的练习。感谢主，我们的教育馆已经正式的启用了2、3楼，我们整个未来的2楼有7间的一个教室，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真的是感谢前人的一个奉献这块土地，也感谢主大家热情的奉献。所以我说奉献，金钱的奉献是持续的所以今天没有预备，接下来都可以随时预备。那我们阶段的一个修缮的阶段，我们就完成第1阶段。第1阶段就是去年的10月中到今年的2月底。我们接下来启动的是未来的1楼的一个修缮，那个修缮就是从现在开始3月中到今年的8月底。那当然，如果陈老板提早结束，我们就提早去使用我们的1楼。我相信大家未来进了1楼之后，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动在当中。那这些的照片都是我们每一次在讨论要怎么修缮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照片也给大家看。那最后呢，我们也一起真的是回应神的作为我们不只是在奉献上面，或者在代祷上。这个 QR code 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我们的一个修缮有一个祷告的群组，现在一样这个祷告群组，我们一样唤起我们的一个祷告的力量，让我们每一次的事工都从祷告来做一个开始。真的是神的光进到我们的一个当中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那像刚刚牧师讲的哈该书里面所提的，这个殿的荣耀必定要胜过未来的殿的荣耀，因为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将一切的掌声归给神，也归给我们自己。阿们。感谢神素凡长老，这整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尽心竭力的来完成那也希望上帝继续祝福我们，能够所缺少的，我们就上帝补满我们那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十字架这十字架的木头是我们拆这里的时候，我们在有一根横的梁，旧的木头就全部被那个废料运到下面了。
那天我跟杨牧师看见这根木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搬来，想说啊，以后一定要用这个材料来做一支的十字架，放在礼拜堂。所以这个木头已经被木工加工过了。这根木头是本来这间很长的一根木头哦，所以很具有纪念性的。接下来钟牧师这里报告就是校训的第二点，就是承接着刚刚苏班长老提的。你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教会秀山的时候，我们有发动一个离心米的祷告月，所以当时候有呼吁大家为了这个秀山的工程，我们的禁食祷告。那我们有排班，我们也有认领。1个月过后，我们就结束了。那在1个月的当中，我们同工会定期播那个修缮的那个消息，让大家知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特别的主题来祷告了，所以每天就按着修缮的那个进度来祷告。那进到第2期的牧师这边报告，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发动1个月的禁食祷告月。那我特别说明的是，之前我们的离心米1个月的祷告，通常只为了安全，为了顺利，为了一些硬体来祷告。那进到第2期，然后下面的礼拜堂又动工了，我们的祷告月的焦点头7天哦，请看那个周报里面的夹页哦。我们前面7天会有一个教堂与教会的双重更新的祷告，所以前面7天教会会提供给大家每一天的祷告的内容，包括方向经文，有7个主题都在最后1页里面。7天的禁食计划，我先举例说，第1天我们要祈求怜悯、饶恕、恩典，还有属天的能力祷告。第2天、第3天、第4天、第5天、第6天、第7天都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大家不用想太多，只要你愿意一起祷告的话，那下面有一个 QR code， 所以我们就可以加入那个 QR code 里面。当你加入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同工今天晚上12点左右就会发明天第1天祷告的内容。那一整天24小时没有关系，就在24小时里面，你就按照大家的自由或者是时间，那你就跟着上面的指示来祷告。所以这7天的祷告看起来不是为了这些硬体来祷告，我想这些硬体一弄好以后都差不多了，我们里面的人要更新了。里面的人要更新，我们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有7天赞美神的那个或者祷告神的那个步骤，也在从一个牧师里面所整理的，就是那本书叫做120 Powerful Nice Prayers That Will Change Your Life Forever。一个7天禁食祷告会改变你一生的，所以我们教会使用前面7天，就是为了我们这个事情来祷告的。所以7天，呼吁大家7天里面都禁食哦。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按身体状况，1天禁食1餐这样。那7天过后，我们到1个月，我们就回到本来的祷告了哦。所以我们同工也会播下面礼拜堂的进度，还有一些需要再播在群组当中。然后请你把那个 QR code 记下来哦。那今天晚上以前，我们就扫描加入那个群组。愿上帝祝福大家哦。好，谢谢牧师的补充。那今天我们都是在新的圣殿跟新的很多的流程跟设备。我们今天同时也有第1次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们，请来欢迎。首先我介绍一位是何丽切姐妹，第1次来到当中，谢谢，欢迎她，欢迎。那个何丽切姐妹哈，是咱隔壁那个和林牙医诊所院长的妈妈哦，不是，她在那边上班哦，她在那边上班。好，让我资讯错误哈。
让欢迎他，欢迎他，他可以来写字。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契机从这个时候开始感谢主。谢谢牧师的补充。我们是不是现场还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让我们来欢迎。哪一位弟兄还是姐妹？姐妹。好，这个本来是要放在补充的报告的，我先让报告结束之后，因为今天我们比较多新的事项。那首先呢，来进行报告的部分，请大家来翻开周报。周报的部分可以看到，请本周的参与服事事工的，以及下一周参与服事事工的弟兄姐妹来留意。那今天因为是联合礼拜的关系，所以查经跟主日学的部分都是暂停。刚刚牧师有提到了禁食祷告月的部分。那我来说明第3点的教会的停车资讯。我们即将会在因为修缮的关系，我们在教会的整体的停车格会划设停车格，所以说请各位弟兄姐妹进场开始，依照停车位的停车格的划设来停车。那如果没有在停车格区的车子，礼拜结束要务必来移车，保持车道的畅通。那这个停车格的划设很快就会完成，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来配合。那第4点一样是提到了教会修缮的祷告月的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背面。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差遣礼拜，就是提到了信徒小组的启动。本周主日已经举行完了差遣礼拜，所以说刚刚的也提到了各位辅长以及开始的日期都记载在周报上面，请大家来看。那第2点，我们特别为了育婴干事的父亲，于本周的礼拜3安息，所以定在3月29号礼拜6的上午11点，在板桥的殡仪馆会举行告别式，也特别为了育婴干事一家来代祷。那有预计要前往的弟兄姐妹也请来于公务栏登记，我们会安排交通的状况。那关怀代祷的部分，请我们依旧为着不管是在家调养的、住院的，特别也为了我们的1楼、3楼礼拜堂的整建维修的奉献，就如同刚刚苏安长老说的，这个奉献是不是一时，而是维持持续的。那请大家持续的来为教堂整建来奉献及代祷。那奉献的报告这些部分，如果有错误的，请来再向会计来更正。那刚刚提到了，今天还有我们的恩语弟兄跟文心姐妹他们的喜获这个宝宝也到了现场，所以呢，是不是方便来让大家来第一次来到新的教会里面，欢迎同行，非常的可爱。那这个也是洪修长老家，他们待会有准备这个点心蛋糕，要请各位分享这个出生小宝宝的喜悦。那待会也要请各位一起在爱餐的时候进行分享，也恭喜洪修长老一家。对，不是有还要补充报告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是颂咏，要来吟圣诗的513首。那颂咏结束之后呢，在牧师祝祷结束之后，请各位留步，我们会来拍摄一张大合照。所以我们请一起来起立来颂咏的圣诗，结束后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再请我们拍大合照。啊。
就去5万百姓宣扬上帝国嘅福音，但愿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嘅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直到见主嘅面。阿门。好，请大家请大家不要动哦。那我们把位置坐满，好不好？我们请张牧师还有骆牧师来到前面，好不好？张牧师，骆牧师，那敬拜团那些都可以坐在空的位置上面，好。牧师牛家，牧师牛，牧师牛，来请。骆牧师人有在吗？马上牧师来请。好，可不可以把这些位置填满啊？然后面的可不可以？好，请坐，请坐，等一下。好，大家好。来哦，跟你来。进来一点，进来。大家好。好。Smile。第一先动作。好，都好，都好。要有表情。好，请着二，低头，请着二，低头。好。我已经拍了10张了。好，我们拍手对他们给他哦。那我们楼下有爱餐，我们可以慢慢的往下面移动哦。那也可以享受蛋糕。你送点心，我们在这边。